主后2023年6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帝讲，甲人讲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12篇。上主啊，求你拯救，虔诚的人无去啦，世间忠信的人灭绝啦。咱人对厝边讲白贼，讲普塔的话，喙讲一款，心想一款。求上帝封密普塔的喙唇，挂断讲大话的舌。因讲，我要靠喙舌较赢，喙唇是阮的，啥人会当甲阮控制？上主讲，为着困苦的人会冤屈，甲散赤人会吐气。当我要起来，甲因安置伫因切切羡慕安全的所在。上主的话顺传，亲像云伫土造的火炉炼7遍。要路用的人，互世间人看中，歹人逐所在威风丧势。上主啊，求你保护阮，庇佑阮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。上帝讲，甲人讲。今年是1989年发生的中国绿树天安门事件34周年。以往香港是纪念绿树的重镇，总是对着中共灭守邓小平承诺的50年不变，加强言论的管控。今后香港人恐惊也只会当伫台湾也是英国纪念绿树。伫绿树事件发生的隔年，台湾也爆发野迫害学运，甲中共镇压的做法无同。当时总统李登辉决定顺应民意，下手政治改革，落尾得到国会全面改选，终止动员戡乱时期，废止挺治叛乱条例，刑法100条修正，总统直选等重大民主的成果。甲台湾的政治改革无同，中国当时虽然号称改革开放，毋过天安门事件的血腥镇压，互全世界知影，伊只有经济改革的开放，并无政治改革开放。就算安尼，欧美各国也普遍认为，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带互政治开放甲民主化，就投入搁较侪资本帮助中国发展经济。要拍算这个资本，毋但无帮助中国民主化，反倒当互中共摕来对各国进行渗透，发展家己的霸权。伫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，通过习近平担任第3任中共总书记，佮将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换做伊家己派系的亲信。到这，中共完全丧失党内派系制衡的力量，集权统治者通全力对外扩展，加速挑战现有的世界秩序。对中共来讲，稳固家己的政权才是重点。若是改革开放，甚至言论自由，也拢只不过是统治者权谋工具。伫过去，中共伫改革开放所累积的资本，既然已经到野用来
挑战世界特殊，对打以后，都毋惊面躯褪落来，露出牛头马面的真实面貌。就亲像诗篇12篇第4节所讲的，因讲：我要靠喙舌较赢，喙唇是阮的，啥人会当甲阮控制？面对安尼不义欺骗的政权，上主耶和华要讲，为着困苦人会枉屈，甲散赤人会吐气，等我要起来，甲因安置伫因切切寻无安全的所在。伫历史事件34周年的今仔日，咱殷切仰望上主会当一如过往出手介入，伸张正义，互伫天安门枉死的性命，甲这几十冬来因为中国高赞的错误政策受欺压，甚至因为安尼丧生的人，还佫有佫较侪为着巩固领导人的政权受暗藏的人号，落尾拢通得到平反。虽然因为科技的进步，集权政府通佫较有效率掌控人民的言论，毋过咱犹原爱仰望上主的应允甲带领，相信上主一定会照着伊所讲的来伸张正义，制裁迄个只为着巩固家己用欺骗、诡诈、罔顾人命的不义政权。默想，我安怎纪念历史，并过中共的政权呢？还是我简单顾着闻声发大财，莫去评论伊？我安怎纪念历史，并过中共的政权呢？还是我简单顾着闻声发大财，莫去评论伊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面对不义的政权，处处压制台湾，恳求你帮助台湾人民通徛在得到合理的经济利益，毋是规地若去食共讨食。也求主早日互世界逐个极权暴政倒台，互受压制的人民得到自由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